白沙屯妈祖进香 AM 11.25上桥起价，并36点钟行到北港。今年要我33万人报名，创下历史新高。韩国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选举法，可能会影响参选的资格。第二总统韩德洙已经辞职准备参选。越南战争结束满50周年，较早战争留落来地下通道、武器和军机，即马正做热门的观光景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新闻头起先来看一年一届的苗栗白沙屯宫田宫妈祖进香 ，AM 11.25分要上桥起驾。因为白沙屯妈祖逐年进香的时间和路线拢无固定，是妈祖指示行桥带路，逐年拢写上万的香灯卡。按照今年报名人数是要我3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逐年进香为进香前3天放头旗、上桥、自家北港、进火，到转来宫田宫安坐，拢总有7个重要仪式。这回10日9暝行程，来回400多公里，算咧爱赶36点钟行到北港，9月11爱搁拼转来宫田宫。若想要对妈祖行，搁行对袂着，会当看定位的 APP， 随时掌握妈祖的路线。白沙屯宫田宫庙埕外口4可围仔的大细条路是下下直直，今仔下暗白沙屯妈祖就要起驾到北港进香，这香灯卡早大先来准备，沿途热情的店家民众分点心，因为进香路途远，有连续参加4档的香灯卡特别来领5载位仔，希望路途一切顺遂。因为我们要跟着妈祖走，然后要走全程的话。这个是保护我们的双脚，然后可以让我们更有力。所以要走前2天跟后2天，脚比较不会磨破，不会起泡。对，是这样子。我们也是来发检验品的。除了香灯卡，也有志工10当前就参加。这2天因为着癌症无法度参与，又向妈祖许愿，今年身体顺利恢复了后来还愿。拜时早起特别对家己骑奥多麦来斗3工。我感觉是妈祖保甲保庇，互伊粒癌走出来。所以我顺利的开完刀，也在复原中，所以今来行愿，来做志工。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会行10天9暝，大约有33万的香灯卡参与。9月7日登桥起驾，青山到北港11回宫36点钟就要行到北港。庙方表示，这届报名人数增加要8成，数文超过1900张。咱每年咱白沙屯伊的特色就是咱去到北港较火咱有上诉文，上诉文就是咱有报名的人，咱拢逐一的写在诉文内底，拢总咱的诉文有1920张。庙方表示，因为天气真热，香灯卡一定要注意莫着刷。AM 11.25，白沙屯妈祖会登桥起驾，到时阵总统赖清德、台中市长卢秀燕、婚姻馆长张丽珍会到现场参香，同齐展现台湾人对妈祖虔诚信仰的热情。记者中嘉义小桂林苗栗报道。来看 IDF 经国号战机昨下晡伫咧台南市区的天顶发射火焰弹，而且毋若7个民众有看到。目前空军是当咧调查原因，这嘛是 IDF 战机1个月来发生第3件意外。飞过天顶，留落真大声音，这伫台南市区是第看的一幕。也不过4月30日下昼煞突然发生无正常的情况，相片会当看到天顶流落一团烟，看到地点都伫安平区文贤路292巷甲文贤路的交叉路口，而且毋若一位民众看到。在外面浇花的时候，有一团像类似烟雾东西，火光的话是比较微弱，觉得这种不是很寻常的东西。火焰弹事实上，如果真的是发生在我们市区里面的话，事实上真的很扯。空军证实，是 IDF 经国号战机伫执行例行训练期间，发生空中火焰弹意外激发的情况。本属台南基地 IDF 型机以下，于昨日下午执行例行训练期间，发生空中火焰弹意外激发情事。加上这摆火焰弹的事件，已经是 IDF 战机伫1个月来发生的第3件意外。这2件分别是伫4月70甲16 ，IDF 战机降落马京机场的时，分别因为连台消防甲动压系统故障，造成机场跑道关起来。专家分析，火焰弹意外激发有3个可能性，认为机械故障甲静电引导地火。
可能安全开关打开的误触这个热焰弹的这个发射开关，机器的短路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产生了这个激发的问题。定位它只要高，其实就会有引燃一些火药或者是这个我们讲火花的可能。专家认为，火焰弹会当伫真短时间内产生高温、5度红外线导引的飞弹，互原先封锁定的战机脱身。若落伫市区，较会导火的物件顶，恐惊会引起危险。呼吁空军要赶紧查明原因，维持民众的信任度，甲国军士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国际，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了后，6月初3要选新的总统。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涉嫌违反选举法，本地二审判无罪，打算去予最高法院发回庭审。这也代表李在明要选总统，未来变数是阁真大。若执政党国民力量这边是还未确定人选。目前代理总统韩德洙今仔下晡已经辞职，打算明仔载要宣布参选。不过李在明伊的支持度真悬，嘛占赢面。当媒体曝光韩德洙正咧考虑成立联合政府，做一个反李在明的大本营。南韩要伫6月初3举行总统大选，早拄啊以高票得到党内推选，民调阁摕到42%超高支持率的李在明，总统之路拄到重大阻碍。有几项牵涉到违法的案件之一，本来第二审判无罪，却因为检方不服，向大法院提出上诉。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且已认为二审误解法律的原则，推翻无罪判决，阁发回首尔高等法院庭审。李在明因过担任经济道城南市长的时阵，涉嫌向民间业者泄露盗经案机密消息，伊的部属嘛伫去互检方调查时阵自杀。不过2021年，李在明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说讲家己无熟悉这个部属，嘛无做伙拍过高等呼救，去互检方以涉嫌散布虚假事实、违反公职选举法起诉。这项裁决对于李在明参选发生真大变数，因为6月初3大选将活落，庭审阁真歹伫这进程完成。对手国民力量党已经呼吁李在明退选，不过伊不能回应。判决结果甲伊的想法无同，若是是毋是参选，一切看民意。目前执政的国民力量也未推出总统人选，不过代理尹锡悦总统职务的国务总理韩德洙是宣布辞职，由副总理兼客户财政部长官崔相武代理。韩德洙无党籍，甲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同款是保守阵营。韩联社报道，初二伊要伫国会宣布参选，并公布竞选宣言。국민여러분저는그동안 무엇이 제 책임을 완수하는 길인가 고민해 왔습니다. 另外，前总统尹锡悦的官司原来有新进展，初二检方大动作去伊伫首尔水草区的私人住宅所在，调查伊甲夫人金建熙加统一教高层人士牵涉到6000万韩元选择判定，也有明白配包仔者的贿赂案。针对去年底伊甲国防部长金良显的宣布戒严，南韩检察厅紧急戒严特别侦查本部以滥用职权这个罪名，搁再对尹锡悦提起公诉。公视新闻安如梅编译。美国公布上新的经济数据，讲2025年第一季的 GDP 是救水救0.3%。外界认为是受到关税政策影响，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唔担责任，电导阁讲这经济歹是前总统拜登害的。美国上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去管的 GDP 萎缩0.3%，对比顶一季的成长2.4%，大幅减少。不爱听到超过专家预期，嘛是2020年 Q2 以来新低。专家分析，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撇出对顶关税了后，引起企业大量囤进口的商品，消费者嘛减少开钱，造成经济落盘。也不过川普却认为，这是前总统拜登政策所引起的。Core GDP, and this is, you probably saw some numbers today. And I have to start off by saying that's Biden. That's not Trump, because we came in on January, this is the quarterly numbers. 对于 GDP 落盘，川普甲各界商业领袖会面，唔望业界互政府淡薄仔时间，表示马上会当看到经济复苏。立民主党的参议员杰弗瑞斯是批评川普执政的100天根本是灾难，树木嘛批评川普的各项政策拢真失败。Donald Trump's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have been a disaster. Donald Trump and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re crashing the economy in real time, raising costs on hard-working American taxpayers and driving us toward
a painful recession. 另外，川普伫媒体活动讲到关税谈判进度，表示甲印度、韩国、甲日本已经有可能达成嘅贸易协议。针对中国，川普是表示真有机会甲中国达成协议，也毋过协议拢爱符合美国嘅条件。伊认为中国是全球贸易内底上高剥削美国嘅国家，认为关税政策会对美国嘅消费者造成经济嘅压力，转移外界关心有可能产生嘅经济冲击。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镜头倒来到国内，今仔日5月初1是劳动节，有超过5000个劳工上凯道游行。劳工团体提出7大诉求，呼吁政府重视反霸凌，减少工作时间，搁要恢复7天的固定假日。手举布旗甲标语，来自各地的劳工团体，伫5月劳动节点凯道集合，大声发出7大诉求。反霸凌，反霸凌，要保障，要保障。5月行动联名讲，台湾的职场霸凌遐尼多，不过制度也欠缺，劳工申诉要去对。总指挥工道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家讲，有人讲台湾劳工爱加班，伊讲这拢是假新来所害。实在是很可笑，你敢知影？我们如果台湾的劳工不是低薪的话，我们要爱加班吗？咱若一个月大家劳动力20、30万，咱都需要加班吗？对不对？劳工工时长，联名嘛呼吁政府赶紧甲依早提调的固定假日行劳工，嘛用行动叫口水，包括区太员、林静怡、洪新安等政立委，甲固定假日案撤案，才有赶通做。这案才能再抄上，国价还是没增加，国价还是没增加。全国医疗工会联合会甲道区救护车驶上舞台。讲医疗体系、医疗人员的劳权全部拢崩败中，医检署嘛出来发油讲，急诊、门诊、健检大院拢总爱靠因地检验。不过即马人力的计算方式过了伤低。医检师过劳，病人就会性命不保。最后，我们一起呼吁，医事能力要增加。医事能力要增加。5000外劳工游行跨休，按凯道处罚，搁转来总统府。最后，甲去年敢若顾政权唔愿顾劳权的票务略作纸球，填为总统府。行政院长杜英台再去伫议会，对全国的劳工朋友表示敬意。政府要用更高的标准、更完善的制度、更全面的照护，仅此向所有劳工朋友们在这一天表达政府最大的敬意。针对关于劳工权益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杜院长讲，劳动部已经推动修法。除了增加职场霸凌专章，互劳工有讨救的制度，另外嘛强化源头来防灾，加强冒失头的管理，搁甲职灾刑事法甲行政法做伙提悬。记者综合报道。有诈骗集团怪民众投资虚拟货币油仔币，讲一年会当赚1倍以上，拢总骗2000多人投资，落尾这钱煞拢去互嫌犯摕去买车。高雄桥头地检署抓到9个人，其中2个主嫌甲1个干部已经裁定羁押禁见。它现在增长的幅度大概2倍了啊！大陆的币圈在讲的事情是，他说明年到后年，也许这个世界会给他1000倍的回馈。投资说明会讲，虚拟货币油仔币获利会当期待。桥头地检署协报，以洗刷现有主嫌为首的诈骗集团，甲中国保平人士合作，创立投资 App 以电平台，以说明会方式招民众投资油仔币。扬称可以保证年获利达144%以上，并可以随时取回本金，使台南、高雄民众陷于错误投入资金。油仔币是伫区电联平台 EOS.IO 发行的加密货币，以快速交易、免费、加高效率出名。不过诈骗集团无投资去买，颠倒拢摕去买高贵的车顶。获得资金后挪作他用，并未实际投资柚子币，投资人也没有办法操作 APP 解约取回本金。去出险位伫台南的公司，找伊下头拢无人。出险因为捌谈正过，几啊间公司的董事长，也阁做过某妇人社社长。人面一看，伫高雄台南起因至少2100人投资。那么迄一间公庙有几啊名干部甲信众受害。伫我做社长的任内的时阵，伊有推荐有一个虚拟货币的团队来阮妇人社担任这个speaker的角色。嘛无伫遐公开咧招讲爱来甲阮投资通啊，没有啊。
检方认定2名主嫌甲7名干部涉犯诈欺处大定罪，2名主嫌甲其中1名干部已经获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因为虚伪货币以及正做诈骗工具，互金管会研究过有过虚伪资产服务法要建立明确的监管规范，来保障投资人权益，搁防范洗钱甲诈骗。有计草案会伫6月底တင်报行政院进行审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台湾和泰国合作掠到跨国犯罪集团，替跋筊网站和诈骗集团洗钱。这半年来就洗153亿，非法赚1亿8千多万。国内拢总掠到23嫌犯上班。来看国造畅水南海鲲号4月海上测试跳票，前海军的顾问亚康讲，这海鲲号光线破空食水，牵着系统检测的进度，5月恐惊嘛无法度测试。来看新北沙丁堡有一间饭店有鸟鼠乱扫，去互民众翕起来。头家讲，逐个月拢有消毒，可能是饭台无盖起来，这鸟鼠才会走来。卫生局已经派人去稽查。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这教宗彭济国顶礼拜过身，外界拢在关心后一位接任的新教宗是啥人。不过目前是还无3客店受到制作新教宗就职长满的订单。都有一位古长咧和教廷配合的裁缝，加个拖累的伯父，归去家己先开始做。教宗方济各伫4月2日安息，引起全球信徒追思。梵蒂冈教廷也已经调集全球各地的司机主教，为后一任教宗选举有做准备。根据传统，当新教宗人选出来，伫就职仪式出现的时，爱穿白衫。因为事先报道知影后一任教宗是啥人，教廷通常会准备好3套寸笑无共的衫，到时阵才选出上合适的迄套，予新教宗穿。Quello che occorre è la talare bianca, la fascia che già ho preparato, che è questa qua sopra. La fascia e lo zucchetto。也毋过目前为止，这2间教廷长期合作的做衫店，还未收到订单。外界理由，这可能是因为方济各真勤俭，所以要求即摆毋通去做新衫。方济各在新进前，较简化教廷收过繁复的礼节。搁伫就职的时，其专门历任教宗拢会穿的红色毛巾，只以顺白衫登场。那最后无定做新衫，是46年的头一摆无准备新的就职白衫。也毋过这并无阻止资深裁缝师曼奇内里直接开工。看到会议只剩1礼拜，已经开始准备3套白衫，以免突然接到订单未负责。No, questo sto facendo per conto mio, per poter preparare e presentare queste talari per il prossimo Papa, senza sapere chi sarà。另外一间教廷雇用的裁缝店是无动作，伊表示契约教廷这项决定的背后原因无上大的意义。Il motivo, questo non azzardo nessuna ipotesi perché ovviamente non sta a noi. Noi siamo felici di fare quello che ci viene richiesto e siamo a disposizione. Ma lì 虽然外界感觉好奇，也毋过教廷无回应外界提问。发言人表示，伊无认为有必要为业者发言。秘密会议会伫初次展开，135名80岁以下的司机主教会主持伫梵蒂冈的西斯丁礼拜2进行闭门会议，选出后一任教宗。有1000年历史的罗马天主教会会选出什么款的领袖来领导全球14亿信众，各界拢在密切关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风景水的咖啡厅有800款，按那军事风格咖啡厅，你敢捌去过？南韩有民众伫咧南北韩的边界开咖啡厅，互游客来体验前线气氛。毋但会当看到北韩的军事设施，阁会当听到风扇头咧拍心理战。徛观光网去会当看到远远有装铁线网的广场，也阁有插迷彩的建筑。这是南韩的坡州市，挖近两韩边界，出名的非军事区板门店就伫附近。南北韩若是有啥物动静，伫遮拢感受会到。一个咖啡厅的店主选择伫遮开业，嘛是离边境上近的咖啡厅之一。河流另外一边的山顶，会当看到真悬的播音墙。南北韩的官方宣传伫暗暝播放的时阵，伫附近就听得到。一寡游客专工来遮体会奇妙气氛。咖啡厅主人讲，爸母伫韩战期间为北方到来南韩，伫遮开店是为了爸母在生时阵的梦想。 바로 저 건너에 보이는 가깝지만 갈 수 없는 북한과 좀 더 가까이 접하고자 사실은 이곳에 터전을 마련했거든요. 부모님들이 고향에 가고 싶어 하셨는데 사실은 그 꿈을 이루지 못하고 다들 돌아가셨어요. 그래서 부모님들의 꿈을 좀 더 이뤄드리고자 가까운 장소를 선택하게 되었습니다.
虽然汉奸已经结束超过70年，不过到尾也敢若达成停火，并无签订和平条约，所以两韩理论上也是属于冷战的状态。北韩不时的军事动作也引发国际紧张，显示战争的威胁毋捌真正消失。因为这大较敏感，南韩官方要求咖啡厅建筑物爱附带防空洞的设施，店主规矩把防空洞改做一间小型艺廊，予游客参观。目前伫这办画展的是捌伫政府担任要职，嘛兼画家身份的金大连。伊表示，伊的艺术品表达一种对和平的愿望。 밤만 되면 잠을 못 자요. 서로 남북한이 서로 이렇게 소음으로 막 방송을 해서 잠을 못 자요 여기는요. 그래서 이 족제비들이 제발 남북이 싸우지 말고. 시끄러워서 못 살겠다. 이게 헤드폰을 꼈잖아요. 그래서 朝鲜半岛有啥物动作，也是国际关心的焦点。对南北两边真侪人民来讲，分裂的伤口一直拢还未治好。这间咖啡厅的存在，互人一直反省和平甲自由的意义。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越南战争结束满50周年，战争留落来地下通道、武器和军机，即马也真做热门的观光景点。 都有捌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专工转来观光行搭。这搭所展示的是美军伫越战了留落来各种武器，有旧式的战机、直升机，还有大机炮管的战车，互下手顿看到就想到50年前的代志。It was a war zone when I was here before, and undeveloped. You know, Wei didn't have any high-rise buildings. It was a beautiful town on the Parfum River. I got a chance to see the Citadel when I was here before, and but everywhere you went, you knew it was occupied territory with our military. 今年特别满80个下手顿，少年的时阵调来参加越战。这场战争按1955年战到1975年，有58000外的美军死去。按照越南政府的估计，北越死110万的兵士，按照南越是死30万个，有到200万的人民伫咧战争内死亡。I'm just glad that we're now trading and friendly with Vietnam, and I think both sides are benefiting from it. 今年是越战结束50周年，有关越战的观光路线，和以前的老兵真少年，这嘛成真侪外国游客来这佚佗。除了参观战争博物馆、看维文，导游卖带恁入去越强游击队内面空袭的地下通道，也是按用树叶伪装的入口入去地下通道，最后带你来靶场，利用古早留落来机关枪射击，互你来体验了解战争。Could be a nice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a bit better how the facts were, how the things like took place, how the Vietnamese people managed to fight and protect themselves. 越南的旅游伫疫情了后快速恢复，去年外国的游客超过1750万人次，已经接近疫情进前的水准。按参观战争遗迹的游客，外国人占2/3。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科技进步，机器人嘛开始产业化。美国公司开发的机器人会晓分类零件，今年要放入去汽车制造生产线测试，替人类分担石头，互生产更较有效率。无论向前走拍咧白，还是高难度的车本岛，拢可以袂倒。这是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新版电力驱动人形机器人 Atlas。伊的功夫公开了，互人真懊恼。即卖业者阁宣布讲，会伫今年较晚后 Atlas 入去现代汽车伫佐治亚州的生产线做各种测试。And we think that a lot of the jobs that you might want a humanoid to actually do are the kind of jobs where it's basically backbreaking labor for a person to do. These are really challenging, ergonomically unfit tasks that we ask people to do or need people to do right now. And we think that robots will be much better suited for those. 业者讲，这款人形机器人唔会当做同的工课，嘛有能力甲零件分类。比如讲，伫这间影片内底，机器人就知影，甲放喺一个架仔顶的烟领管，准确来放喺另外一个架仔顶内底的分类架内底。未来会当踮喺生产线做工课，咱的研发的目标是希望人形机器人的物理 AI 技术会当因应环境的变化，能力再升级，入去每一个家庭。There's real safety considerations there, and then there's just a lot of
generalization probably required to actually perform tasks well in the home. And so I think that's inevitable. 业者讲，目前也有真侪挑战要克服，包括要解决稀土材料等供应链的问题。因为中国伫4月初为了报复美国的对顶关税，对稀土元素实施出口限制，影响机器人的电池制作。除了 Atlas、特斯拉的 Optimus 甲 OpenAI 的合作优化 ，Future AI 所推出的 Future 2嘛进入工业试验阶段。未来人形机器人一定会全面进入人类的世界。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芷，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